世界各地头拢出现 AI 主播，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也打造一个 AI 主播，叫做艾雅婷。头一摆伫咧高雄的台湾文化科技大会和大家见面，并众会当当面甲伊互动。可以这样问吗？你对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有什么看法？这样的问题比较能够引导出多元的讨论。我个人倾向于尊重各种意见。荧幕当中的主播，伊叫做艾雅婷，外观亲像真人共款，动作甲讲话嘛真流利。这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打造的 AI 主播，第一摆伫台湾文化科技大会甲大家见面，并众会当问问题 ，AI 主播拢会当回答。AI 技术是真神奇，不过有民众也是较介意真人的报新闻，感觉较有认真味。我会觉得是真人主播，因为其实 AI 的话，其实听得出来，它其实有一些口音或是什么的，那个都会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所以其实还是因为像主播有一些，他们可能还是要就是真的去训练过。我感觉是真人的，我感觉是安尼啊，有。若是报新闻，那是真人较好啊。AI 主播已经真做今年台湾文化科技大会大名称，包括高雄在地知识，也是展览有啥物好耍等等各种的问题，AI 主播拢会晓回答，嘛会晓讲各个言语。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真正的一个主播，或者没有一个真正的主播台，以及这个对话，其实从头到尾的互动都是你能及时跟这个主播的做这种语音的这个对话。伫展览当中，除了有 AI 主播会当互动，阁有 AI 帮上念名屏，也阁有 AI 你的名，民众会当用讲的 AI 技术会念面将你的笔迹来写作诗，嘛会当带你去想要去任何所在，互民众体验嘛见证台湾伫 AI 科技进步。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